二思会。上师所讲的一切法义，不能仅限于表面听闻了解，应与自相续中，以反复研究、观察、思维而做抉择。不懂之处，请教他人，不应满足于表面上的了知与肯定，应对此生起定觉。并且这样，将来自己于寂静处独自修行时，对于修行之精要，不需要请教别人，完全达到独立自主、彻底断除疑惑的境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相当也是一个团体的修行，如同一个寺庙一样，也如同一个佛学院一样。有金刚师兄，也有上师啊。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好好的去学习，而且好好的去相互也是要帮助。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普贤上师研教以前也是有进行过读书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嘛，对不对？但这些来说到就非常的重要。如同在一个佛学院里面，每天讲课都是有一个辅导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堪布讲完的所有的课呢，就是第二天又有辅导老师重新再辅导一次或者是重复的辅导。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到，有些学生呢，就是有些学生自己比较认真的情况下，除了听完堪布的课，然后在自己家里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看读书。同时也是一定要去辅导然后就经过一次堪布的课、辅导老师的课，另外再单独就像那个怎么说呢，找那个单独的这种辅导的那个堪布来跟他又进行每次的这种辅导，那种的学生几乎都是后面都是变成堪布学位那种的。那也有很多普通的那种学生来说的，就上完课，然后顶多就是去听一下辅导，然后在自己的家里，然后重复的有看的话就看，没有看也是没有看，就是这样就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毕业出来了，但也是普通的一个学生。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从单单的一个学问上来看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为什么那些堪布嘛跟学的最好的那些人，最后也是一样的最好的成就者，都变成一的大成就者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佛法的功德。佛法学习的越清楚，然后呢就是思维的越到底，然后修持的时候也是更有精进心跟努力心，然后坚定不移的修持，最后的结果就是佛陀所讲的一切功德，就是这种修行人就会得到一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相对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闻思修持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重要。所以就是从文会当中来说的，也是一定要知道我们修持佛法是有什么样子的功德，我们在世俗地的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生意地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就像比如说佛陀所讲的万物一切法就是空性，你就是在空性的状态，你就是证悟了空性以后，你也并没有说，对你而言并没有说什么东西是造业，什么东西是修善，没有这种的分别念。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呢完完全全没有断除一切感受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是以世俗地一样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必须得要非常非常的重视因果。那么莲花生大师达到佛陀如同佛陀一般的成就，他就是本来就是佛，但是他也是进行了完整的从一个人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跟修持的过程，都是就像演戏一样，让我们众生看，就是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的无数无量的持的转世的时候，他都是有进行来修持，到最后这一次能够可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已经是要成佛的一个这样，但是他就是有12种故事，都是要修持，但这样让我们
转现给众生看修持的整个的过程，经过6年的苦修也好，经过什么样子的修持的过程，它就是出家的过程，然后修行的过程，成就的过程，传法的过程，到最后涅槃的过程，全部都是转现给让我们众生看的。但是它的整个的修持不只是一生的修持，就是在过去很多事的时候生生世世修持下来的。从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生能够可以修持的过程当中，第一，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么时间这么忙，然后就智慧这么差，然后修持的机会又这么少，所以我们的修持有没有什么用呢？因为以往在过去的那些高僧大德在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些修持是有这么精进才得到结果，所以我们这样是不是没有用？有这种的，我们把自己就是相当就是退取信心的这种想法也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又要知道，这佛陀跟他们就生生世世当中有那么多次的，就是为了佛法付出了那么多，放下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大的功德，到最后也是修到那么多，才最后成佛的。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今生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获得了下半人生能够可以修持佛法，但也是我们不要认真真正的修持的情况下，这种机会以后会不会再有，或者是继续能不能够做到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很难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精进的、很积极的修持，而且是一定要善始因果。莲花生大师说，他的见解如同在怎么说呢？那个飞往最高的那种大红金翅鸟一样，就是高度飞到最高的这种就相当就是一个动物里面就是飞到最高的，就是相当就是大红金翅鸟一样。那么就是它的见解来说吧，已经就无上的一个高度，但是它对于这个因果的分析来说吧，就如同在棉分在衰减一样的这么的仔细。所以就这个是我们非常的重点，尤其是现在魔法时代呢，我们就不能就是这种就是一直执着在一个施术地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一切不能就是以完完全全以施术地的一个角度来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个也这样就不能，那个也不能，有很多执着的这么大的执着也是我们不能有产生，完完全全靠这种执着修持也是很麻烦的，这也是必须得要放下的。但是我们有如同就是虚空一样的见解，我们就是说万物一切法都是空性的，所以就造业与修善就没有什么分别。有这种的完完全全这种的想法，那也是不可以的。这两个中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对一个，我们是修持大圆满法的人，而且是佛法所讲的万物一切法的最终的就是空性。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有执着，修持上面要有执着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断除执着，没有断除执着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没有执着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善始因果，我们必须得要所有的造业的部分都是要必须的避免然后我们修善的部分呢，必须得要积极的做功德，才是会得到真正的功德。那么这个呢非常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着